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浩敏，阿敏姑分享事款福起来的。听到时代进步，我哋大自然受到人为的破坏同污染，我哋的环境已经慢慢的改变了。环境改变，最直接影响到都是我哋。应该有几多文明病，而最主要的原因，我係因为食到太多的加工的食品。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咯，而且開嘅係有機的農場。而且用伊個資源用熟的方法來經營伊個農場，還有呢，伊個農場係用太陽能來發電。我哋馬上邀請到我哋來賓來到嚟現場，睇啲係我哋農場的主人，我哋馮正泰阿泰哥。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來自屏東縣義府鄉延慶農場，我係馮正泰。還有一位朋友哦，而家朋友上個貴獎哦，我哋咧教文姐。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朋友好。我想問一下吼，我哋頭一開始，我哋都同我哋啲觀眾朋友紹介講，你哋農場係用資源用熟安尼嘅經驗來作為一種農場。請問下，乜嘢係資源用熟安尼嘅概念啊？我嘅農場當用太陽能咧，響應政府綠能政策，政府綠能政策底下，而且農地農用，農地農用原則上有畜雞啊，畜豬嘅啦，畜鵝嘅啦，唔過咩去殺成日安關，所以嚟用種谷嘅方式嚟做農地農用。政府也經常你能做一個有機嘅東西，你朝到呢目標去做。也有啲問題就講，其實我哋研究啊，嗰度你想愛做我哋太陽能來發電哈。我想問一下阿泰哥，你這個使用了太陽能發電以後，你這個認為講喺屏東用太陽能發電一件事情，係一個好嘅方法，還是講其實還是個實力啦？因為太陽能發電有嘛政府愛批太陽能發電咩？用呀太陽能，屏東你頭貼一睇。做太陽能也quite好，政府的政策都希望鼓勵他人做太陽能。做太陽能原則之下，你底下一天農用有的你們說農田農用你好唔知做乜嘅，有的你們冇先了解，所以講我起初做時間，我媽一步一步去學，參觀人咧訓練按樣去做，做嘅方式。反正做一啲經驗安尼啊。嗰時感覺到好人家順勢同人冇相同啦，有啲想法，人家係先講講，我可能要先種谷物哦，咁可能種谷物嚇一樣嘅種可能需要一啲農沙，農沙可能要用電，咁係咪要用太陽能來發電？你這個每年都聽嘅想法，你想講我要一啲太陽能可以發電嘅東西，咁我底下要做乜東西，想講我又唔殺神，但是我可以種谷物，你都好方法性嘅想法，咁。當初有安尼嘅想法嘅時節，我哋咧教文姐咯，即係我想到講，教文姐我請問，以前係做乜嘅呀？我喺保險公司嘅業務經理。嗰度係石頭路嘅，坐冷氣房石頭路嘅，吹冷氣聲。咁你這個想法，我哋阿泰哥講，咁我哋開始嚟種谷嘅喲，種谷嘅時候入副腳，我哋時候入粗修嘅呢。咁你這個其實談到有想講，我轉來種谷嘅時節，有乜嘅想法啦？我是很支持的，因為我是覺得說永續經營在這個區塊來講是很對的，因為我們一定要做配合家園這個區塊。然後他這樣子提出來的時候，我是很認真的去研究參觀，然後我們就在屏東有一個綠能光電的產銷班，顧訓類的產銷班。那我們還在申請當中，我就很認真的到台中霧峰農試所去上課，然後到台中南投新社大陸去參觀各地的養殖菇類的種植方法、溫濕度的方法，還有每一個防控的方法，我都去參觀，不吝請教就對了。幾乎2年時間都花在參觀跟研究上，這樣子。嗰時睇阿泰哥講，種谷嘅以前你係冇經驗咩？冇經驗。阿泰哥以前係做乜嘅？
或者做业务。做业務嗰時嘛唔係嗌人講做農生嘅，唔係。咁一下都上咗頭嘢做安尼農沙，然後又種谷嘅，然後以前又冇安尼經驗，但是當初是發生乜嘅事情啊？而家咪就講做業務有嘛嗬，冇話講以前做到路啊，咁咪嚟轉行，就看有乜個好做嘛，加多政府。喺獎勵講做太陽能發電咧，嘅乜嘢配合家園咧，咁梗係蠻好嘅。佢哋做下太陽能發電，佢覺得好嘛。叫做下嘢時嘅，政府講梗唔帶下唔個農田農用哦。農田農用時其他人都咩唔懂，殺神入嚟咩都唔好做，佢出嚟中古嘅時嘅要慢慢嘅去學習台灣有中古嘅所在，嘉義啦、彰化啦、南投啦、新山，全部咪去參觀，去每年去參教嘅。講實冇咁簡單咯。咁咩話？咁已經做人頭鐵嘢愛細毛咯，繼續愛行下去冇做嘛唔可以所以呢，接觸也慢慢嘅也按多年來，慢慢嘅去參觀人咧，去參教人。太太佢去上課，可以參觀，都慢慢地去摸索呀學習安尼。可是目前你以前聽下都體育班的啦，體育班以前體育班也係又唔可以行出來。但是聽見問題都講，假如想去做太陽能發電，好冇？同時又講，你自己嘛想去做一啲農業嘅事情，佢做嘛選擇郵寄咯？因為人哋都提講，因為郵寄嘅關係，伊變成細條可以做幾多。其實我想到講，一下尾都跳到一啲按困難嘅方法，譬如講，有啲人慢慢用慣性農法啦，冇乜嘅方法，一下尾跳去做郵寄，我一開始會先按困難嘅路咯。因為而家也食品幾多污染。不管農藥方面其他空氣方面也就會影響到食物嘅品質。咪講要做製貨嘅，製貨都只有郵寄嘛。郵寄東西唔是係對人體也有好處。既然做，因為省下佢一樣做郵寄嘅農業。郵寄嘅農業一樣係對開始都有，對某開始都有，一樣去做。佢了解時節，剛好，佢要做郵寄嘅，都一步一腳印，來做出來嘅東西，不僅是到安全，是到健康，都係自體目的的。嗰時間即係講伊訪問到嗰度古農嘛，伊都嘛有同講嗰種唔做古嘅，做郵寄嘅嘛，其實。花幾多嘅努力，嗰時間冇本講到，因為你必須要去做嘅你已經種谷嘅時間，要做同人冇同樣，郵寄嘅東西，至少要俾你食到安全，俾你食到健康你就講像一般人種植嘅方式，同係同樣嘅吧，冇競爭力，第二個每一天要賺錢多錢，每天要生產錢多。至少要東西做到好。嗰種人意思都講，而家做郵寄嘅話，而家係量係冇安排嘅，係咪？係。做乜嘅喏？因為你郵寄嘅，政府嘅規定，唔好有重金屬，唔好有農藥殘留，也最主要嘅。也兩種，唔要做到樣嘅時間，唔能太多郵寄嘅標準，你必須經過373項嘅。冇農藥殘留，所以我哋照樣方式去做時，當然啦，要團隊嘛一定會有蟲會有菌來，好多時間全部都唔會嘅，嗰樣產量都冇到提升，因為你古巴有蟲有菌嘅時間都唔會嘅，你都剝開嘅，那唔會污染到其他古巴。當然，你古巴假使有一種問題嘅時間，你採嘅時間，人家產量就會降大嗰種做米你講做郵寄要趁
很多钱冇可能啊。都等于如讲天生天养啦，就变成讲，我应该都今天来做有机的时节，等于讲，我等树下来嘅係人家是存嘅，太自然存下來，幫我等呢，那係我等呢，也都做有機嘅一個最基本嘅精神。嗰就變成做有機嘅話，都冇辦法大量。同還有如果唔能夠兩公婆共下做事嘛，嗬，嗰時冇唔可能講一太農場全部自家種，一太人哋嘛做唔落，因為唔能兩啥路時間路按到，體力路按到，唔能都冇可能講。做過好幾家，唔係兩三一定人做，我蠻有可能嘅事情。我就等於講，其實做有機嘅話，變成人嘅產量，係一啲個限制度嘅一個產量。錯。係，嗰種呢，其實唔頭都有講到，其實像我哋南部啊，我哋啲太陽歸太啊，嗬。我想請問講，我相信嘛，幾多環境，幾種觀眾朋友上我問題嚟講，喺屏東嘅太陽能嘅供電問題冇？其實有太陽能發電有嘛，嗬，都得講。買天本台天，其台天，你講發天那個太陽發天那個天有嘛？都本富區的人使用，唔是本台天對平外輸送過來有耗損啊。咁樣其太陽能發天冇有好處，其他富區的人都用人家太陽能發天的天來使用啊。嗰時等於如果我哋的天其實還是要買本台天呐，但是我哋還是用台天呢。用天，嗰時對唔同嘅農場嚟講，我話供天咧其實冇乜個問題嘅。冇問題係。因為我嗰度嘅觀眾朋友都想講講，我哋講句太陽能嘅供發天嘅時間，係咪對我哋嘅供天嘅使用啊？我出現問題，看後來是冇有咁嘅問題啦，一般啊，佢太陽能嘛，佢發天就24頭，24頭時間，啱好就幾冇呀。即係講佢天已經都送出嘅時間，你睇天。嘅台天個儲存，只要fully使用安尼。咁像唔同咧古嘅人地方，我用到天嘅地方喺邊啊？古嘅地方嘛，有銅沙片，有周嘅沙片，有鋼紋嘅沙片，咁一就一天用摩打，可以輸送，咁用天嘅比例嘛幾多？一開始種古嘅，都選擇咗最高級嘅有機來做。其實我哋阿泰哥同我哋教文者嘅中間設喺嗰度庫，休息一下哦，等下我哋馬上過來哦。翻過來，復起來。上一堂節目，我哋阿泰哥同我哋教文者同我哋講，應用我哋成立一個有機農場嘅一個過程。我想問一個阿泰哥，你見到嘅產品有大部分有哪度啊？有種糯米，香菇，蓮子，亦都一種用太空包嘅方法來生產嘅。所以我想問一下講，像我哋南部其實個熱呢，伊係適合安尼樣能講菌菇類嘅東西來生產嘅嚇。因為而家冬天溫度過大，佢糯米。當25度左右，又冇太冷哦，太冷嘅啲菌啊唔會行，太熱也唔好。講按屏東種糯米只有11月多，也1年呢2-3月，過一太熱嘅時都冇出。簡單嘅意思都講，唔等於唔等於糯米一年那一數嘅呢？係一數。講亞洲嘅屏東嘅溫度有冇太高啊？所以講喺個農場地方，我要用鋼紋沙片。唔鋼紋沙片像熱天嘅話，嘛太熱。鋼紋只有降15度，外面30度，裏邊還是有26-27度。係錯。係啊，嗰樣糯米都冇法度睇熱天嘅時間種。嗰種哋糯米係季節限制嘅呢，嗬。係啊。咁像哋糯米嚟講，唔知係咪係用有機嘅一種方法嚟種係咪？係。咁從頭嚟講，唔知係以前我開始做入嘅古農以前，唔知係咪完全冇經驗？冇經驗係。咁其實就我想我每日教文者，其實對啲我哋講吹冷氣我哋涼薪水嘅嗰種上班族是條路嘅人，馬上轉到做古農，唔其實。特別種古嘅時節，有遇到乜嘅困難？那個辛苦是很辛苦的，真苦的啦。
因为从早忙到晚，从早上8点就忙到晚上12点，哦，每天做的腰酸背痛的，还要搬菇包，一箱菇包一篮菇包是12包，一包是1斤，差不多20公斤左右。我们多2个夫妻还有儿子一起搬一起弄，还要把它上菇架这样子，是真的很辛苦。那我想问一下讲，你头都有讲个古包，好冇？一古包，迄你自家做还是讲送头送来喏？我们去探访的时候，我们去拜访所有南投比较重菇菌类的包，然后发现有几家做的不错的，然后我们才跟他订过这样子。可是微生物的东西它是很微妙的，你今天来到这里，并不代表说它在那边很好，到我们这里不见得就一定会很好。故事变成讲，唔即个也在中间地方，因味道讲，虽然讲系从双头拿到一个几好嘅古包，好冇？但是以送来台屏东，可能气候同温度嘅嗰度，對於來講唔係講按適合，伊可能如果上一團問題喺人頭時看到無窮樣，係咁嘅意思嘛？嘿，錯。咁你話唔等有發生過講，伊修唔出來啦，冇得修到幾多一種情形。有啊，像第一年種的時候，第一年種的時節啦，種香菇的時節啦，吼，種魚丸寶，然後魚丸寶唔曉得，冇溫清楚啊，講香菇不可以移動啊，菌種找好不可以移動，他們那個結果我們就移動了。就把它這一籃搬到那邊，那一籃搬到那邊，為了要讓它整齊一點，結果真的開包的時候它就暴漲。暴漲，你漲了幾好沒意思啊？沒有暴漲，香菇的品質就不好了，你就要哭了，因為它變成長得就很小朵了，不是像我們這個碗這麼大朵，就變成品質很小這樣子。所以你意思就講。其實暴漲的意思就講，你上個鐵道類，鐵道類的話，也要一類如果過細。可是其實你等於你講也買上你冇啊，因為人哋香菇其實愛過太類一些，過寬一些。嗰你變成講，伊啲菇包底話，其實最好限制幾類香菇如何用類案嘅。但是幾百路全部都是上出來，每下冇，佢幾好喎。譬如那5、6類啊，你可以種到10類啊。唔知啊，唔知啊。嗰時我哋話係對我哋啲經驗地方要學習咧，係啊。咁種人哋發生安尼事情以後，唔用嘅一地講，其實我哋啲問題係出嚟，我哋唔可以細微咯。譬如同講啊，還是講即個人發現一件事情咧。隨時打電話問農事所的博士啊，然後呢，因為我有去台中霧峰農事所上菇訓練產銷班的課，然後還有跟他買的進種的那個源頭的廠家問，好，然後他才跟你講說那個是不可以移動，而是每個人講的方式都不一樣。今天這一家跟你講的，可能是你濕度的問題，可能是你溫度的問題。然後另外一家又說可能是某一些問題，所以每個人講的都不一樣。每個廠，即使我們是在東片村，然後這個東西同樣都是這個老闆出來的東西，你在老 B 在竹田長出來的東西又不一樣。可是其實有幾種人本建議啦，哈，無論講可能係發生某個事情，但是最尾還是要自己清楚，最尾問題嘅答案。係了解，因為伊人可能喺伊人嗰邊發生安尼事情係因為溫度，但是來到你鴉片發生安尼事情，可能都配得原因嘅。不是，還是對地方你自己學習嘅幾多東西。但後來差唔多1多年以後，你咧產品都開始問題咯。第3年。第3年，對，如果唔即個前2年，如果我哋講繳學費啦，吼，交學費，連體力，前列下海吧，開始在太出的時間，我應用嘅體力咯，因為以前就2年都是條路嘛，體力就夠冇，前2年都交學費，連體力，好，等第3年開始有善良嘅時間，好，開始有我哋咧舒爽嘅時間。啊，你翻到啲體力度拉，咁即係咪同教會者問一下講，你見到嘅麥米係做有機嘅嘛？嗬，我想問一下我一般來講啊，有機同唔係有機嘅麥米，有咩差喺哪咯？
有机的木米吃起来比较脆，然后呢，它口感绝对是不一样的，不会水水烂烂的。然后没有有机的东西，你吃起来就是一般的木耳。等我重问一下阿泰哥吼，像我哋种有机的木米，头先咪讲过，其实我哋喺你屏东种嘅话，其实我哋都可差唔多喺冬季嘅时间都可以种。咁像我哋睇用有機嘅方法種木米嘅話，同一般嘅方法種木米，而家嘅時間會過長。我都講而家照顧嘅方法，我花時間會過多。做有機嘅唔花時間會過多，要隨時了解嘅木米生長嘅過程，有乜嘅問題冇？我去了解。比如講，像人嘅水，那經過逆滲透處理過，我看也嘅過濾器。有問題嘛？有問題嘅話，係隨時改善。所以講，不管你種木米也好，種香菇也好，你要環境和你要水質，你隨時去了解。對哈，唔同我講，唔知㗎，種木米嘅水係用逆滲透。係啊，有過濾。佢加工咧。係啊，因為你水嗬，係嘅用地下水嘛，你地下水其實有雜質，有其他礦物質，冇有重金屬一條，所以我哋經過可以過濾水，讓直接分木米色，安尼啊，唔會影響到我哋有機嘅品質。嗰時連水質也部分，即係嘛已經有上到嘅，應該是講水質我先驗過一下，睇有冇農藥，冇重金屬嘅污染嘅話，其實都可以直接都拿來用嘅。但是你這個還是唔放心，還是想講拿來做一啲逆滲透嘅一種RO逆滲透嘅水來用。咁種難嘅話，等於如果你這個一啲古堡，其實花費成本係幾多嘅呢？係啊，唔講係時間嘅成本，然後材料嘅成本嘛，其實麻煩幾多。你譬如講水質也好，你要同設備啦，嗰個攞俾我哋用五秒去秒行來，冇俾攞俾有啲插子有啲蟲嘅走進來啊，蟲嘅有冇有時會帶菌啊。嗰種係特別多嘅方式，你哋講係做到講冇本也攞俾影響到我哋木米嘅品質。等於都唔單止做有機，其實還幫我哋可能喺飼養地方會影響到嘅東西，就盡量冇必發生喺我哋木米上面。咁問題係教文正木米呢種東西其實佢容易壞係啦，咁從唔得安樣去賣啊？他看你都吃了好多，前一年就預定了。嗰種人咧，木米應該都係前一年都本年天走嘅。嗰種唔是講等於可以自塑造來當嚟賣係咪？沒，我塑造唔可以塑造。干木耳的東西哈，我要日曬的話，它有維他命 D 的加持，所以呢，喜歡吃乾木耳的人，我都用曬的。因為我們農場是很乾淨的，然後我們有維他命 D 的加持，吃起來是不一樣，不可以用烘乾的，木耳不能用烘乾。我說等於用我哋吃人的太陽光一起曬着來，就像稻米一樣，你以前些時間沒日曬稻米，沒有米谷香那個谷米香嘛？你條米頭啦。更加稻米一收成的時間就進去烘乾了，就沒有那個米飯香了。那個吃起來口感是不一樣的。咁對一般來講嘅話，木米我哋可以做用嚟料理咯。木米第一個可以做木耳露啊，其實很簡單啊，木耳涼拌啊，木耳炒蛋啊，反正木耳它是清血管、降血脂肪最好的東西，所以我記得有一個中醫師講他們家是開中醫世家的，他說他們家每一餐一定要3餐裡面一定要1餐是木耳，所以預防心血管疾病是很重要，是很好的東西。嗰度其實頭教文仔講嘅木耳露啊，其實而家對更加相對嘢健康啊，嘛幫助幾大啦。係啊。嗰度其實種木米其實也學問幾大，唔單止也要太空包要注意，連也水嘛要注意哦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哋話嗰度個精彩故事哦。
翻过来复起来的。上台节目我的嘉文这同学讲，伊最拿手的就是俺的凉拌木耳，俺的今马上来试看看啦哦。像想问一下嘉文这，要凉拌木耳吼，要先杀锅冇？哎，要先去杀锅，是嘛？咁问题要杀一嚿，因为常常的煮饭时的时候吼，而且讲木耳都在是生的还是熟的呢？伊都在是可以生食，还是讲一天要杀锅拢可以是喏？要杀锅，要杀锅，杀一嚿。差不多4-5分钟，唔通會熟透啊！有冇剔熟，唔剔熟啊會剔爛。4-5分鐘啊，唔需要多下，唔係少時間，唔不用薑絲，不用糖，不用吃，不用臭油。可能我到時我落葱嘅也好，我落香菜也好，少時不用吃香油按落去，好簡單。其實頭先你從你開始講嘅時候，我都發現到，你的糯米真係啲嘢鬼盤，有時候你嘅肉啊，真係都鬼盤嘅肉，嗱鬼香。因為有時候我哋常常會買嗰度香菇，無論我哋嗰度會我哋的糯米，其實唔好咁講到講，我哋泡，然後之後咧冇乜嘅，可能有些硬一些哈，但是又冇乜嘅味道。但是你的那糯米真係之後咧，真係鬼盤嘅肉，特鬼軟。嗰種就想講，按你話殺4-5分鐘哦。唔殺嘅，唔那麼殺，那麼透啊，透時間，是其實唔係有啲粗槍米絲。係啦，按你冇唔錯，因為有時間啦吼，冇殺好啊吼，真是放了我一種粗槍米啦。咁像我哋嘅農場地方除了糯米以外，還有香菇以外，還有種乜嘅東西啊？還有種蓮子。種蓮子哦，也有嗰啲嗰難種嘅東西哦。我哋中藥店常常會講，蓮子生長喺個山峰吼，過深山嘅地方，而家蓮子已經可以用我哋呢古堡嚟種嘅，係咪？係可以，因為一般嚟講話，嘛，像野生嘅蓮子嘛，吼，可能嘅乜嘢嘅時間太久嘅，而被煮熟會變成木質化，而被效果。一就我加三鐵即同多糖體會磨第二嘅一個東西模式，即係酥頭樣嘅，冇米絲嘢啊，係啊。多糖體跟三鐵咧冇嘅啊。係因為有啲鬼重要嘅概念講，我哋常常譬如講我哋碌下開去開藥店嘛，我哋以前嘅話吼，如果有人去山方，可能去北山嘅時間啦，吼，無論我哋去旅行嘅時間，我飲到蓮子，然後帶我哋店行地方講，嗰個蓮子好用冇，吼，可以食冇，無論買我哋。但是我哋一方面我哋唔可以數嗰種來路不明嘅蓮子，因為其實蓮子係一種菌菇類一種。唔係講米啲山方樹嘅地方生嘅東西輪到蓮子，有啲嘅東西係有毒嘅。好，聽佢都講，其實鐵舊嘅蓮子我哋以前常常會講1000年靈芝，其實也蠻係唔錯嘅，因為蓮子到一定年齡以後，有個木質化，你像我哋樹一樣嘅，不等於講以有效嘅成分都等於些冇嘅。嗰時其實我哋常常會看到靈芝產品嘅時間，我睇得都相當講，按哋嘅菌種對內來呀。咪喺古堡創建，有培養這菌種。嗰種嘢菌種係已經人家檢聽過有效果嘅一種菌種，係因為一個重要，因為我哋從睇山當行啦，無論用陸行嗰種，我哋山邊嘅陸行嚇，樹嘅當行，看到嗰種蓮子，其實有時陣即個嗰種唔清楚有嘅菌種係乜嘅話，即個冇你嗰種能力分辨嘅話，還是唔可以適宜啦，因為有啲嘅東西可能生嘅貴講係其實係有毒嘅。嗰種人咧，等於講人咧蓮子嘅菌種係已經係監聽過嘅，係咪？咁種蓮子同種一般嘅糯米啦、香菇，有咩時間差喺度啊？因為蓮子嘛嚇，佢溫度嗰個唔怕。按像糯米、香菇，佢溫度咧個大。咁佢生長嘅日數冇同樣，好像蓮子差唔多每年咧，3-4日以後到9日。當中都可以種，佢溫度係30度唔怕你像糯米同香菇都冇法度嘅。你係講種下去，還是講有個成長嘅溫度都可以按過啊？成長嘅溫度，係過熱時唔怕，像糯米同香菇都唔可以唔太熱，佢都唔會成長，有時保會嘅菌唔會行，
个细胞，都冇土生出木米。像我哋咧莲子，差唔多要种1球，能可以采收啊？一般半年以上。嗰是种得到1球也好下，还是讲？唔係，你哋講，你有冇踢球啊？踢球，喺生長嘅過程當中，差唔多睇5、6日嘅下，有個孢子粉會分解出來，叫人都摘嘅哦，冇摘，叫孢子粉分解出來，你點都冇養分、冇成分嘅啊，安尼。就等於講以最好的成分喺個孢子裏邊，等下孢子擴散出來的時間，就等於講有個磷脂的營養的成分，就等於已經散喺度啦，就變一般的香菇用的東西嘅。咁呢方法可以繼續再種下一模，還是講結果保留喺這下，佢種係冇磷脂一體樹上嘅話，一般佢可以採樹2邊，第一邊，按家是講。多用嘅階段，摘嘅時間，你馬上摘，摘完那可以再上天一邊。你差唔多2邊，頂到3邊，不過3邊時唔會幾好啊。依家而家營養成分冇嘅啊，冇到供應也磷脂在成長安尼。嗰時候就變成講，其實一啲古堡可以樹上一度嘅磷脂，一度變磷脂，其實差唔多都天數嘅啦。係差唔多。因為一個古堡啲會營養太陽落安尼，伊啲成分，然後伊啲量，嗰時候就變成講可能量變以後，有個磷脂都冇辦法再結合來，結合來方法過細啊，冇得過粗。錯。咁像一般的磷脂嘅話，伊冇辦法講像嗰啲咧。木米啊、香菇啦，可以煮湯啦，無論可以拿來涼拌。一般來講，磷脂啊，啲產品，你很容易去包裝，無論講變成一啲產品啊。像做嘅磷脂嘛，哈，有做造嘅磷脂，有做膠囊，有做粉，本米的接觸嘅，然後看佢需要哪種嘅產品，揾生技公司團。加工處理。可是唔能一部分都委託生技公司一團推廣啦，哈，因為其實磷脂最重要的講，伊愛破壁，一個細胞壁一條一條打開來，但是也唔係一般我哋農家有嘅技術，哈，伊你要用個特別的機器，能可以把我哋咧細胞壁啲打開來，一點有用成分能磷脂多糖體能可以分解出來。嗰時一部分人都同我哋咧生技公司一齊合作，嗰變成我哋咧膠囊，係咪？還有我哋咧一般咧。產品，對，錯。咁我哋咧，我哋咧阿生啊，我哋睇這些嗬，我用我哋咧磷脂來做料理嘅話，嘉文姐，你咪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講，咁樣用我哋咧磷脂可以做樣嘅料理啊？那我們磷脂片的話，我們可以煮茶喝，冬天把它剪開來，然後呢加1-2片龍眼乾，然後加黃芪、加紅棗，然後很熱熱的喝，很舒服，又氧氣又補身。然後我常常講哦。盡量不要喝冰的東西，喝溫的東西是對身體最好的。咁除了唔可講，我哋把我哋咧磷脂嗬煎嚟2片，下來加我哋嘅黃芪啦、紅棗啦、枸杞啦，可能可以做我哋養生茶。咁嗰種係可以拿嚟煮雞湯嚟的。可以，會回甘哦，比苦瓜還好吃哦。苦瓜還好。但而家嘅用法咯，而家做法係咪同我哋紹介一下？嗰種做嘅磷脂雞湯嘅話，它要用嚟處理啊？看你怕不怕苦啦，如果不怕苦的話，就是1朵磷脂，然後就加一些當歸、黃芪、紅棗，下去燉一燉就 OK 了。嘿，等於你把伊做香菇安尼方法來料理，等於安尼意思啦吼。咁從這個頭都有頭講，你的磷脂就用所謂的低溫乾燥法，因為其實我哋而家幾多我哋咧水果果乾。同埋佢是採用那個所謂的低溫乾燥，因為我哋以前都用烘的咧，烘的以後水分都冇唔錯，可能我哋咧營養啦，我哋咧幾種佢特別嘅東西全部冇嘅。但是我哋也經驗都開始流行用低溫的乾燥法，像我哋南部我哋屏東最有名嘅帆酸，佢帆酸乾以前下個早早，而家帆酸乾幾好食，係龜軟，好一道龜水，好點樣吃烘了吧？有龜好嘅嗰種帆酸嘅香味，或者都一種低溫乾燥法，真係冇同樣嘅地方。咁咁就而家已經產品已經弄有嘅啦，嗬。咁你平常嘅銷售管道係乜嘢咯？像係去擺展示，
有睇网络，用睇 FB 底部，本人去浏览，去上网去了解我们的产品，至主要他把米的验尸有喷展示的时间，买一百，本人了解那东西安尼。可是唔係要停頓農業嘅一種推銷嘅行上面，還是講唔係即個去停頓去展示啊？屏東縣政府也農地，我本來也小些，唔能去擺展示嘛，你得講社會農嘅一種政策，本人可以擺展示，本人他了解你的產品，了解你的東西安尼。以你這個從業就像農產品啊啲東西講，你這是冇面對面冇識到啊，你這是唔提供都在後台內，係因為唔看我哋相片，看我哋文字上寫嘅網站上寫嘅東西，你這個分唔出來講，到底係兩個有乜差？有啲嘢作文寫幾好，但是感覺到嗰種幾好用嘅，但是面對面去同講人哋講狗皮，嘛認識的時間。能當真係可以提供一個產品好嘅地方睇呢？咁我哋每個人都可以做我哋嘅資源用熟嘅話，我哋都唔會去污染到我哋嘅環境。因為環境一污染，唔單止我哋一生人，其實我哋一代人，還有我哋下一代人都會被影響到。今日我哋要感謝兩位來到我哋現場，我哋要感謝我哋阿泰哥，還有我哋嘅嘉文姐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。謝謝主持人，謝謝各位親愛觀眾朋友，歡迎有空到我們農場來玩。於是好哦，大家聽下咱先生來，運動運動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來到好好運動嘅時間呢。我親愛介紹。我王振祥來自屏東縣長治鄉戲劇導演屏東分會，另外一篇呢係蔡先生，一篇係潘先生。觀眾朋友，今日要同觀眾朋友所介紹呢係抱元引體。抱元引體係我哋呢松樹拿到我哋呢頭拿當行，用嚟開我哋呢各種嘅角度嘅胸前，所以見講我哋。兩隻腳，觀眾朋友同我哋呢兩隻腳聽我哋打開來，打開來過後呢，我哋呢企喺下邊上來，松樹拿向起來，當我哋呢頭二公邊，我哋呢樹把掌相對，對向來我哋坐下去，我哋向左邊轉，企喺下以下冇同，腰骨轉。也係訓練我哋呢各種嘅角度，幫我哋呢微空間，比讓呢發通比較順勢一些，向左右邊再轉一下，同樣企喺下以下冇同哦，那我哋呢腰骨轉，再向左邊，轉的時間吸氣。注意我哋呢兩隻樹把掌要相對，眼神轉到轉來時呢，係氣頭吐出來，吐氣，過來我哋向左邊吸氣，歸來時就吐氣後，更加我哋同樣起掌下來，我哋要向當正面兩隻樹向後擺。向後擺時節，我哋呢樹棍，我哋呢肩頭先向落擺，眼神向前騰出來，頭拿向當向，我哋呢樹棍樹節向落擺，我哋呢樹把掌是把同我哋呢合谷嘅地方相對，是把圓形。再過來，我哋下最岩上彈中數。樹棍合手來，對呀時間我哋呢企喺下邊上來，到腳帶，坐下去，鬆出去，眼神是把唇，停頓數出去，再講拿起來。
延伸疼痛来打出来。我哋呢肩头向落摆打开来，输棍打开来，延伸强出来，头拿18向后摆。我哋呢颌骨相对，输把正18向落摆向东方。我哋下椎岩束，弹中束，输棍合手，到亚时节。我哋呢徛喺下邊上來，到腳帶，鬆出去，延伸疼痛嚟輸出去，也抱圓引體。今日我同觀眾朋友所做示範嚟講。我哋要注意哪只嘢？都要注意講，我哋呢徛喺下邊上來時節，我哋呢兩隻手把這樣拿放起來，拿放起來時節，對我哋呢耳光邊，手把掌相對。第二時節，我注意我哋呢腕關節唔可以按呢，也唔可以按呢，按呢對我哋呢延伸，我哋呢手棍冇幫助，我哋呢肩頭邊上來，我哋呢手棍打出來。講我哋轉嘅時節要注意地方，我哋轉嘅時節唔可以按嚟轉，按嚟會扭到我哋嘅延伸。所以我哋轉嘅時節要注意呢，我哋徛喺下以下冇痛，喺我哋嘅腰骨轉，腰骨轉過係吸氣。多轉來時節係頭氣要注意地方，過來話要注意地方係哪？喺我哋坐下依兩隻手棍要向落擺嘅時節，要向後擺嘅時節，我哋要注意地方。如果有人一向後擺變咧，我按呢？好，我哋呢手我按呢？按呢變咗我按呢冇力頓一啲無形嘅球嘅，所以我哋做時節，我哋係拿好呢度，我哋係對我哋一隻嘢數節。我哋個肩頭，我哋呢肩頭先轉，過落我哋呢數節轉嘅時節，我哋呢腕關節那嚟天天嚟轉嘅時節，我哋呢颌骨底啊，數把掌18向東方安尼，18哦，冇完全向東方吼，完全向東方，我哋呢腕關節也會壓到。我壓到我哋呢腕關節，氣頭都冇毛水，所以我哋18延長出現颌骨也相對，所以要注意地方係我哋向後擺時節，我哋要對肩頭，講我哋呢數節，我哋呢數把掌18向東方有18向後擺，同我哋呢吼數把掌團結時節18相對，過來呢我哋肩肩下椎岩線數。講我哋呢胸前線壓數，我哋呢兩隻手棍慢慢地合起來，也要注意地方。過來呢，我哋呢徛喺下，我哋用手鬆出去呢，延長我哋呢兩棍呢，當我哋呢徛喺下邊上來，坐下去到腳帶，鬆手那鬆出去。鬆手鬆出嘅時間，我哋呢兩骨同我哋呢肩頸呢頭拿疼痛呢輸出去，安尼我哋做起呢延伸乜嘅都會個輕鬆。我哋做嘢抱圓體要注意哪隻？要注意我哋呢兩個陽白骨，我哋呢陽白骨壓好嘅時間，比順長，拿上去。延長講我哋呢兩骨也一段地方要注意嘅係一隻嘢，我哋呢陽白骨兩片拿放起來時間，有邊上嘛，陽白骨有順長嘛，在我哋兩隻手棍向後擺嘅時間，打開來時間，安尼去調整我哋呢兩骨，陽白骨延長同我哋呢兩骨長順，我哋下椎岩束、彈中束，
树根合树的时节，慢慢的合树来。过来呢，我等树伸出去，对那鸟伸出去，把我等的两骨，喺我等的徛了下，表上来思维坐下去，坐下去过后，到脚底，我等那松树、两杂树绑成延长出去，我等那两骨停顿的出去。安尼我调整我等的两骨同我等的两个羊排骨，所以要注意的地方係有一點。所以觀眾朋友，我哋所以注意下，我所講嘅，我哋呢羊排骨同兩骨要延長嘛。希望觀眾朋友好好嚟講啊，注意一下我哋嘅眼神。觀眾朋友嘅我同我哋嚟做一個示範講啊，讓嚟做會過順。樹拿好起來，做得嚟好，我哋上左片。吸氣，過來時節吐氣，再向右邊吸氣，過來時節吐氣。過來呢，我哋坐正下來時節，我哋呢樹根。向後背的時節，我哋呢向前對肩頭開始轉樹節，嗰我哋呢腕關節，下最啱線樹，彈中樹，樹根樹，壓樹，好，我哋呢脾胃的空間。徛啦下，變鬆來坐下去，松樹鬆出去，兩骨騰頭嗱騰頓來出去。觀眾朋友更加聽我哋好好啊來做連續動作。觀眾朋友以下所介紹的保元飲品，希望觀眾朋友好好啊來做，對我哋的脾胃都有幫助。我哋下一次拿來了。